祭司的脚定定徛伫的所在，处12块石，带伊甲恁过去，下伫恁金棉灭后的所在。约书亚就照伊对以色列人中所备办的迄12人，每支派一人，拢叫因来。约书亚就甲因讲：恁过去伫耶和华恁上帝约柜的头前，到约旦河中，照以色列人支派的少爷，逐人取一块石头，也伫镜头恁。通用这个伫恁中间做证据。日后恁的子孙问恁讲：这个石头对着恁什么意思？恁就对因讲：是因为前约旦的水伫耶和华的约柜前折断。约柜过约旦的时，约旦的水折断。这个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。以色列人照约书亚所命令的来行，照以色列人支派的少爷，对约旦河中取12块石，拢照耶和华对约书亚所讲的，因就煞带因过去，到因休困的所在，就下伫遐。约书亚另外用12块石徛伫约旦河中，伫跟约柜的祭司脚徛伫的所在，到今仔日遐个石犹固伫遐。跟约柜的祭司徛伫约旦河中，听候耶和华命令约书亚对百姓讲的事做明白，就照摩西所命令约书亚一切的话。百姓就紧紧过去，正百姓一进过去，耶和华的约柜甲祭司就伫百姓的面前过去。流便人、迦得人、马拉西半支派的人，拢照摩西所对因讲的，带军去伫以色列人的头前过去。约略有4万人，拢备办交战，伫耶和华的面前过去，到耶利哥的边洋，便要交战。当迄日，耶和华和约书亚伫以色列众人的目睭前最大。伫伊一生的日，百姓敬畏伊，亲像早前敬畏摩西一样。以上。这时，请本堂老英念团队来讲道，要讲的题目是进入新的命定，进入新的命定。牧师甲兄弟姊妹平安，新年恭喜！今仔日咱拢回娘家，因为咱是对家出去的，对无？咱对上帝的家互咱呈现出去这个世界，所以家就是咱的娘家。因为咱对主来出世，所以咱每礼拜拢爱回娘家，敢好？咱每一个人拢有娘家，对无？对吼，所以咱来转来，互上帝听命，敢好？好，感谢上帝，咱三角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互你听命。主，你要阮一生行伫主你的命定中。主，互阮活出主你赏赐阮的丰盛。主，阮若袂明白的时，你赏赐你的话语，开阮的心窍，互阮听了会当明白。主，互阮行了，阮有气力，有勇气。主，你引带一步一步经历信心一个旅程。主，恳求你帮赞，阮安尼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想伫咱即几天中间特别是即个除夕夜，咱若食饭的时阵，头一项要做的代志是啥物？祈祷真好。第二项咧小等，小啦，走一下因为煮这呢好食的一定爱先翕一个咱一生中间有真济真宝贵、神圣的时刻，迄个时刻是照得住的时候，是咱的爸爸妈妈、咱的妈妈煮一桌子菜，照得住这个美味呢，还是咱的一生中有咱的主照得住我们？照得住我们，互咱有气力，人生有气力，然后咧，走什么？走头前的路，头前的道路唔是绕跑是走向前走。咱看到今仔日的经文，是对1月的时阵，由咱的主任牧师来到咱中间，开始用约书亚记来教示咱特别是伫头一周的时阵，咱是看到是顶一代的人因有12个即个探去车派去迦南地
来看讲啊，头前迄个所在是毋是迦南地有真正敢若啊，即个上主甲咱讲的有遮尔好吗？哦，十个去看吼，无有看到有光葡萄啦吼，吼，迄牧师照牧师讲吼，迄安尼毋是用手就摕有法的哦，爱用光的吼。总是十个吼，看到迄落葡萄拢无欢喜，伊看到困难的啊，伊看到安那啊，这无不容易啦，这足困难的啦吼，这无可能啦吼，这我毋敢相信啦。总是有两个探仔，一个叫做啥？约书啊，一个就是加勒吼。这两个因看到是啥？上帝的应允，煞接就开始经历哦，哈，就开始准备要真过约，要过约旦河，要入去后，要入去迦南地，所以爱做准备。当礼拜咱嘛看到牧师讲，已经安那行过了吼，已经开始行。头前虽然是约旦河，虽然是困难，总是凭着信心，脚安那踏落去，哇！奇妙的事就来了啊！因为约柜代表着上帝的同在，无迄个无可能的代志，只要信。咱的主要带咱行头前真济的困难，总是若是咱的性命，咱2017年，咱若拄好来到约旦河边，上帝要祝福你伫迦南地，咱就爱凭着信心，靠主的信心，毋是靠人啊，靠主的信心，上帝约柜伫咱中间，上帝甲咱伫地，咱就免惊吓，咱就前来行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毋通袂记哩。因安尼向前行的时阵，因敢是安尼轻轻松松足欢喜的。因这是讨时呢，咱毋好袂记哩这项代志。咱当你紧张的时阵，敢还佫有法度摕这台来？这台是啥？李红兄，你捌照过无？风琴式的照相机，听讲翕一张相爱偌久？15分以上啦。这嘛是安那？是讨时哦，咱毋通袂记哩哦。虽然耶和华上帝甲一个以色列斗阵，甲一个约书亚斗阵，所以才会讲你毋免惊向前。但是这是安那偷时，所以你看迄个迦南地遐个人，大汉的即个巨人，因敢会想着讲啊，迄群咧遐行了30几年啊，得要40年啊，遐无效啊啦，遐较嘛安尼尔，因毋知因所相信的上帝。带因行迄无可能的代志，就安尼啊呐，行对约旦河分开，因就行去。迄阵也无翕相机，总是比翕相机搁较赞的代志。啥物？石头甲徛咧，而且安那按照今仔经文讲哦吼，约书亚讲你就对安那紧12个人，每一个支派一个人，吩咐因对遮。对恁所搭、所卡、所踮的所在，摕12粒石头过去放伫阴暗恁要困的所在。下早时啊，因所经历，虽然敌人感觉无可能，哎哟，即马迄个满潮透有可能过去，河咧遐因遐尼侪人透有可能，主就有可能。当因经历了无可能的代志，只落献上感谢，爱感恩，就是爱纪念，用啥物石头来纪念。而且暗时困的时阵，就知即个主安那因带。兄弟姊妹，咱暗时要困之前做啥物代志？祈祷就是爱感谢，就是咧立安那石头呢。主啊，今仔日我伫啥物人身上看到主你，感谢主。主啊，我伫啥物人的面，啥物人的作为，主我看到迄看袂见的主。主啊，我伫啥物人的所在，主我看见有需要的人。主啊，我今仔日是毋是惊活出主你互我的命定？主活出主你互我的命令，就是听人，就是听上帝。咱暗时有倚照无？咱暗时要困前，咱有甲主讲主啊，我感谢你来孝良主今仔日伫咱4暝中所做。咱一年的年头，搁较是爱来倚照哦，咱搁较是爱来感谢讲，旧年伫倒位主你互我经历，真正是丰盛满满。
当我愈感谢的时阵，我愈就有气力进入了新的命定。你会讲传道，请问命定是啥物意思？命定甲命运有啥物无共？哎呀，这就大大不一样。只有一个字一样，就是命。咱有喘气对上帝来，咱有上帝予咱的气力，总是一般的人相信是安那命运。我今仔日看诶足侪庙咧讲补运啦，亲爱兄弟姊妹啊，咱毋免补运，因为咱信心已经充满着，运行伫咱中间。所以咱拢有上帝的信心甲咱同在，上帝予咱有气力，咱毋是无可奈何，咱毋是随波逐流，是咱有安那上帝的命定。所以咱要来看，啥物叫做命定？命定有几个意思？头一个就是命令，主安那主伊要正做咱安那会照办，主就是命令咱安那，咱来倚靠伊。伊就是安那，正做咱的这个山寨，正做咱的气力。而且，若毋是主所命令的，啥物人讲伊啥物人会成就啊？即个意思就是讲，若主命令、主命定、主要成就，啥物人会使抵挡啊？若是主命定，咱拢是每一个主所听的，拢是安那抬得起头来的。咱毋是骄傲45度。毋是，咱是抬得起头来仰望神，咱是抬得起头来赞美这位神的，这是主的命令。而且命定无同款的是，伊是有一个计划，伊是有一个蓝图的。人的心计划，伊的路总是独耶和华行着安那伊的脚步。咱会当计划真济，总是咱若是计划伫上帝的计划内面。咱若是咧，咱的蓝图伫上帝的蓝图内面，安尼主就安那行着咱的脚，行伫主耶稣的祝福甲平安内面。所以，咱就爱来检查，咱的是毋是计划伫主的计划内，咱是毋是行伫主的旨意的内面？若是主就正做咱的帮载，就亲像创世纪讲，论到法老2摆的民望，连民望拢伫主的手中。法老伊民望是上帝要定着代志要发生，代志要紧紧互这的代志来成就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一生中间，特别是即马真变动一个世代，有人讲今年叫做跳跃的月年。是啊，因为这世代无简单，全世界拢共款，毋是干那台湾。请问咱是要跳跃过太平洋，还是咱要跳跃到太平山，越来越高呢？咱要得一个，恐吓咱就爱来检查咱的计划是毋是伫主的计划内面。若毋是，敢好咱紧紧来调整转来，敢好。所以命定的意思就是讲，人生敢若一台车，特别是敢若一台这种车，咱捌开过这种车无？有2个方向盘，这2个方向盘就是主讲好，互你自由意志，互你驶。我要选择这个工作，我要做这个事业，我要这个事业要改变，我要改这个事业结束，因为主要祝福我另外一个祝福。安尼你要肯无？啊是你讲我著做较久啊，我著习惯啦，我倒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敢好莫我倒，敢好讲主啊，无你来，咱2个方向盘hand倒路了，咱要做主啊，拜托你，若做毋是你的路，你敢会使甲我往右？咱的主肯无？肯，主肯咱行伫伊的道路中，只要咱愿意。每一天读主的圣经，只要咱愿意来听上帝的声来祈祷，信心要来帮助咱，因为主命定就是爱咱安那行伫主的道路。所以你会问传道讲，传道我要哪选择？这个嘛好，这个嘛好啊！10个拢通嫁啊，但毋知要嫁叨一个啊！10个拢通娶，毋知要娶叨一个？10个工课拢真好啊，但是叨一个啊？这个是。咱就来祈祷，咱就来相信，主
甲咱斗阵咧驶人生即台车，而且着坐伫咱边仔，而且伊手拢无咧用，伊骹嘛无咧用。人咱歪错，伊就甲咱安那，伊迄边的hand道路就甲咱转转来哦。咱爱信无？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吗？阿妹吗？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有这个信心无？就看咱愿意靠着信心，每一天到主的面前，要困以前感谢上帝。咱要困以前，主啊，我将我家己交托伫你。我若有得罪你的，恳求你赦免。因为主伫咱人生的车顶上，咱就每一天来感谢上帝伫咱中间所做的，就亲像今仔日经文所讲的以色列人因所经历的。当礼拜牧师讲到这段经文，因就安尼那照安尼来做，互即个约柜伫因的头前行过，因要进入到即个约旦河。过去了后，今仔日就要来讲因安怎入迄个石来纪念因所经历的。到耶稣时代嘛是共款，甲新约的时代嘛是共款。耶稣嘛惊真济的信者，真济拢无叫伊记伫即个册，独若记伫即个册，圣经的就是爱咱安那靠着即个来得着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靠这就通活，靠这咱就通活出迄个胜利，是主要爱咱胜利的。这就是咱入石就是要一遍，搁来记得上帝话，搁一遍来想着主所为咱做的济，而且信伊是搁真搁活的上帝。入石搁一个意思是安那，要爱互人来问啦，就亲像传道永远拢爱加这娃娃头，要爱互人来问啥？你敢结婚啊？我听了心内。我安尼啦，马上讲，我有3个囝，3个哦，因为我毋是要应邀我要安那，互人讲，是因为主伫我内面，我才会当活出安那18岁心志，才会当活出安那上帝伫我身上，毋是我话，是主的话会当。所以咱就是要来，互人来问，协助人来甲主来对谈，传道常常咧协谈啦，咱的牧师娘嘛是协谈硕士毕业哦。协谈毋是阮外教，咱哪有啥物教的，一点仔都无教。但是阮所教的是阮外靠主的话，协助你跟上帝对谈，咱的耶稣嘛讲哦，伊嘛有一个互人来问的啥物？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打破的，恁就安尼来纪念主。就是一个记号，圣餐嘛是一个记号，互人想起主耶稣的拯救。约书亚伊嘛是因为这个石头当安那见证上帝，互人来这个纪念，世世代代搁一遍来想起主是安那爱咱想，毋是地上的事尔，互咱想伫这天里的事，互咱想着安那，咱的主为着咱死，咱会当甲伊同死。咱会当甲伊同过活，就是诚做一个纪念，诚做一个奥秘。因为上帝疼要互因知即个奥秘的阳光，伫外邦人中间有活命富有，就是基督点伫你做阳光的望。兄弟姊妹，我毋知影咱今仔日心情如何？咱有想着讲拜三要开工。拜三要上班，你要开学啊！我即几工听到真济甲我讲的，除了新年恭喜了，阁真济人甲我讲，传道，除夕过了，就开始咧倒数讲，阁几工要上班。后礼拜即马我已经咧艰苦做过，兄弟姊妹，咱是有望的哦。敢好咱斗阵来读即句话，敢好，请。上帝爱要互恁知，即个奥妙的阳光，伫外邦人中有活命富有，就是基督点伫恁做阳光的望，点伫我，点伫你，点伫咱做阳光的纪念。而且咱要纪念主赦免咱的罪，咱嘛爱定定来反省。
当咱啊入朝暗时祈祷时，主啊，我伫倒位得罪你啊？你有下罪之恩，互我想起主，我有无下主你旨意的无？恳求主你来帮助我，安尼咱就会当哪来哪参像主。要创啥？约书亚因遮过去了，要创啥？毋是干那经历上帝，咱有主的同在，要创啥？咱是要为主来征战，因为一个后壁还阁有安那阁较重要的代志。伫约书亚伫今仔日咱读的经文上尾就讲百姓一阵过去了后，耶和华约柜甲祭司就伫百姓的面前过去，一个约略有4万人，要安那备办要交战，要伫耶和华面前到耶利哥的平原，要安那要做代志，要为主来交战。兄弟姊妹，咱嘛要为主来交战，咱所领受的一切，主耶稣真侪。咱性命的主真侪，嘛是真侪石头。因为主耶稣安尼讲，看呐，我伫锡安放一块石头，要做根基，是试验过的根基，是即个真稳固，是实在的帮石头。信靠的人安那无要着急。兄弟姊妹，你有着急吗？你已经即马足急的讲，传道讲较短啊。有人今仔甲我讲，我甲你讲哦，你今仔袂使甲我讲伤长哦，我要我等去食饭哦。兄弟姊妹，咱有着急无？咱拄着恶淡淡的代志，突然的事情，莫着急敢好？因为上帝有真好，互咱活靠哈。好，咱就知咱安那有主真侪咱的帮助，咱靠耶稣的名，咱会当得到拯救。耶稣家己讲安那，伊就是活石。信伊的人无地到安那见效，所以搁拄则传道讲，咱抬得起头，毋是讲假，这拢有记载伫圣经咱敢好，咱斗阵来读即句请。伊是活石，信伊的人无地到见效。起厝的师傅所起杀的石，真侪厝角的头，搁讲做滑倒人的石，碍着人的石盘，毋顺谈道理来滑倒，为到安尼是本定着的。咱若无信靠主，咱就会定定滑倒啦。即个意思啦，咱是要滑倒吗？袂嘛，有的人一直摇头，咱袂滑倒，咱要信靠主安那，主诚做咱的安那。换石会来，互咱来经历主，所以当咱来经历主时，咱就会好无可能。无出头一篇讲道，伫咧咱今年2007年讲，若无信的迄10个探仔就是安那，看着不容易啦。但是主要帮助咱，互咱靠着主，主甲咱伫地，咱会当感恩，互咱知影迄个不容易变成经历神。因为咱知相信上帝存在是真实的，咱知影主永远伫地见证上帝的恩典，而且咱也知影安那，即个圣灵上帝有大权力，有大能力，咱就知会当来回应讲：主，我伫遮找我；主，我伫遮找我。当我知影一生是主有教练坐伫我边啊，伊是永活的。我就知，伊甲我永远伫地，伊是佫真国外的，我太袂自在，我太着急，免着急，因为主甲咱伫地，咱就通自在。回应讲主，我伫遮找我去，找我转去到娘家，我伫遐做见证。虽然因拢无信主，总是伫我的心上看到喜乐。虽然我敢若即马无讲真好过，总是哪会遮尔喜乐？主就真做安那，咱就真做主的，咱真做见证，咱也当来见证主。看到即个电梯，我怎啊戆去？你知哦？这真正的电梯，我去探访的时阵，我下骹是啥物？下骹是主真做咱的搬石，主甲咱安那信的，1楼甲10楼甲咱信的，不管安那地动安那，拢无咧惊。敢干那人生干那甲顶头17楼尔，毋啦。上帝安那真做咱的帮助，要互咱不
步步高升，吼，迄个不可能啊呐，变为可能，咱就爱认捌这位上帝。透过什么？透过圣经。牧师后礼拜就要甲咱教单独会主，咱毋是安尼凊彩啊，圣经读人迄，牧师定定讲，读咱薄薄的啊，互你食的。上帝要咱吼，毋是食鸡精，要叫咱食啥？土鸡啊，吼，马上吃，神马上启示我们，吼，咱来认捌这位上帝啊，而且毋是干那认捌尔，而且爱信靠。敢若今仔日牧师带咱读，信心若是无安那，若是无行为就是死的，咱就爱靠上去啊！牧师定问我讲，你有没有赖？亲爱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赖的举手？啊，没有人举手。牧师讲这安那，大家都这样，不赖啊，有赖啊，搁较一个，上帝要叫咱信赖，信赖咱的主就是靠上去。我会记得，有一年我咧台北跋倒，结果骹拢肿起来，阮妈妈来找我，我担害啊，我要带阮妈妈去洗过，煞无法度呢，要安那？计划好的总是赶不上什么变化，对无？吼，搁赶不上什么话电话一通对。妈，要安那？我骹受伤，伊讲你著祈祷，祈祷上帝毋是叫我坐遐尔，互我去找医生。中医的医生安那？我去互伊看，这骹吼左脚拢肿起来哦。伊叫我创啥？伊讲来，你骹举起来，吼我甲你讲安那，你著实力哦，你著安尼，你著有气力安尼。我若讲好，往右实力，你著实力出来了，这吼这啥物？抗力运动。伊连咪叫我往右实力，连咪叫我往旁边，连咪叫我45度角，连咪叫我往后，连咪叫我往前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抗力这个本来种的安那，家己消去。当我要抗力、要用力的时阵，就真痛。总是我相信这个医生所讲的，咱若是脚痛，咱若是心痛。刚好，咱靠着信心，靠上去，信靠上帝，咱就靠上去，咱就甲主有一个安那有真好的关系。这是真实的故事，伫智利，因有33个矿工，伫个差不多700公尺底下，因有这个矿灾。当因伫迄内面的时阵，敢若有一个午餐还未食完的午餐，甲2天的食物。因咧内面会当几工，专家专门骗人家的讲这无可能，这免救啊啦，这不可能，不用救了。顶头的人讲莫救啊，因为因100年来毋捌救着一个人，一个都毋捌救过哦。5次曾经有过矿灾，没有救过一个人，这无可能啊！总是伫个地底下的这33个人开始安那开祷告会，跪落来。认罪、悔改、祈祷。这个食面因无食，现实的传到现实生活怎么办？你知影无？因敢若几罐的罐头掺水，33个人，每一天拢纪念咱的主，每一天拢举办，敢若信餐，敢若坐道，敢若甲主坐道，33个拢到位了，坐了，感谢上帝，相思食面，敢食安尼尔？一天一个人食安尼一遍，到尾啊，物件愈来愈少，2天食安尼。当伊咧啉落去的时阵，感谢主，我还阁有生命气息。敢若本来3天的，有法度撑3天，33个人。甚至有人讲，因若无法度撑下去，因会互相的吞家，会食人肉，因无发生。第15天、16天、17天，上帝听到因的祈祷。当因甲60几天，互人完完全全对内面救起来，因为迄顶头有足大石头，虽然17天都发现他们，给他们食物，但是救因救袂出来。等到69天才救出来。上尾迄一个人要起来的时阵，咧迄磅空，就是咧下骹遐写几字：主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因见证讲，毋是33个伫内面受难，是34个。另外一个是啥？
主甲因同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即马敢伫地心内上深的心内伫遐受苦吗？你敢伫遐艰苦，讲无人知吗？毋是，主甲你、甲我伫地，伊甲咱受苦，伊甲咱同顶实个，总是咱是有望要甲咱同过活。这就关键伫倒，我的朋友互我足爱。咱若看见失败的人，无因跟上帝的人，就是看到困难尔。总是咱是安尼主所拣选，咱看见的是啥？咱的目标是主，安尼遐困难就变小了。咱就是因为主来安那来赢过遮的，来摕到主这个祝福这个的人，行做蒙福的人。那么咱蒙福呢，就是活出应允的应许。未到迄个时阵，总是咱已经活出上帝予咱的应允，因为主应允伫伊的宝座有主爱来建立。咱伫即内面有主真侪咱的公平真侪咱的公义。主要为咱来伸冤，主知你即摆委屈，主知你即摆光景，主你知你强要袂用的总是主真侪咱的帮助，咱会使活出迄困难中的喜乐，咱就会当安那来用功来学乐咱的主，因为主讲咱爱来学乐我主的荣耀。伫即段经文是一个真长的荣耀主的文，是伫个一个以弗所书第3章甲14节遮是足长敢若歌的，咧学乐咱的主。咱若看红色这里，愿咱的主耶稣基督上帝也是伊的爸得着学乐，伊伫基督捌相属咱伫天里逐项属伫主的福气。咱若看这红色的学乐。相属，学乐，相属，相属，阳光，学乐，安那主要互咱承接安那基业，咱就来学乐主。这段经文咧讲啥物？学乐，互祝福甲福气，拢是共一个原文，就是祝福。又就是讲，咱若是学乐咱的主，咱的高度都无共。咱若学了咱的主，咱的心就安尼，咱的心就开。心若开，上帝要予咱的，咱嘛才收会到。无你心若无开，上帝要予咱的祝福安那，嘛是收袂到啊，有够拍算的啊！咱青年青年的妈妈甲我讲来，有两个就讲团导你看，这阮囝即摆去南部读册即摆活乖活安尼大心的。你看，即摆天气变化，佫会甲我写呐，写讲妈妈你要注意身躯爸爸你的腰骨较无较好我心偌欢喜的安尼。另外一个妈妈看着讲，伊嘛有写一段互我就甲回应讲，钱已经寄啊。兄弟姊妹，咱的爸毋是亲像安尼，爱听好话，伊才要寄钱互咱，才要寄祝福互咱，毋是安尼。总是，当咱若学了这位上帝的时阵，咱的心才会开啊。咱若学了讲主啊，你是安怎主？你是祝福，你是供应的主，你是保护我的主，你的心就开啊。上帝祝福才会当入去咱心内上深的所在。这是一个牧师伊是我的老师，伊的办公室有人可能有去过，伊就放一台脚踏车，讲是安那办公室甲脚踏车有啥物关系？伊就开始讲因为伊就是要互你问，引起你的问题，讲伊伫环岛的时阵，伊安那拄着上帝；伊伫环岛的时阵，安那去看到上帝这本自然界，上帝透过自然写的书。因为伊常常讲，人生每一天拢爱读2本册，一本册是圣经，是上帝写的；另外一本册嘛是上帝写的，是啥物？自然。所以伫自然中间，咱会当搁一遍来体会上帝的听。咱是毋是会互人来问你？问讲你哪遮尔唱歌喙遮大？你哪有遮欢喜？你敢会当甲我讲？你都明明我看你都艰苦人啊！
你就甲伊说讲，艰苦毋是我哦，我是喜乐的哦，我有喜乐的心哦。咱就来见证上帝，咱搁一遍会当来想到上帝伫咱中间的作为。这个帖下家伊讲，一个人会当信服上帝的这个存在，就是伫安那生活伫上帝的脚侧边啦，甲上帝背道而驰啊。一个人说他有信心，信服上帝的存在，总却生活在上帝的背面，不敢跟神面对面。这敢真的信心？毋是，真的信心是，咱是毋是敢生活伫上帝面前？牧师定定祝福咱，主甲咱同在。总是若主甲你同在，你甲上帝面对面，你敢敢？因为上帝是圣洁，所以咱就爱到主的面前来认咱的罪。咱就爱主的面前讲：主，我领受这么大恩典，主，我要行伫你的面顶中。主，我要对你的脚步，因为毋是我一个人行，你坐伫我边啊，你坐伫我人生这台车的边啊，你甲我斗阵行，我就来信靠你，我来学乐主你。因为主讲。即使若无信，就袂得到上帝的欢喜。你信吗？这个牧师伊是甲咱同款可能已经要计划当时要去佚佗。伊是真早期伫1880年，一个瑞典的牧师叫做鲍勃。伊有一天伊想要去佚佗，野外佚佗，总是安那落大雨。紧走回来，结果一走回来，佫出太阳。伊伫即个中间，虽然无遐尼好势，总是伊看到主的安那创造即大自然的奇妙，伊就想到伊人生，因为伊做议员12年久，拄着大大细细的代志，总是伊才看到讲主啊，当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创造的大自然的时阵，我只有讲主，你真正伟大，我只有讲主。干那你知影头前我的路途是啥物？我是爱往右，还是往左，还是往前？主，你毋是干那知，而且你愿意坐喺我边啊！你真做我的教练，你真做我的引带。我若hand道路袂稳的时阵，主，你来稳定我的心。这首歌本来伊敢做第1节，第2节是佫经过几多年，1907已经到了大战的时阵。有真侪人受苦，总是有牧师看见这个人受苦的人需要福音，伊阁写第2段。阁过了几十年，1948年的时阵，迄阵难民营足侪，是因为有真侪反对苏联共产党的流亡的人。有一个牧师，伊要带人信主时，有看见，虽然因向掠伫难民营。总是因有未来的自由，这是主所命定，因为主就是命定要祝福伊的囝儿，要拯救伊的囝儿，伫真理内面得到真的自由。咱敢好用这首歌嘛来思想，嘛来祈祷。团队要邀请恁，咱大家来思想，请咱起立。咱即马的生命情况是如何？用这首歌，用这个歌词，请做咱的祈祷。上帝，我若受就那约会，你的成就所做一切工程。其实是可听见泪的声声，宇宙充满你奇妙的工程。我心出声，我落上帝生命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我心出声，我落上帝生命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真大
感谢你，因为万物拢是你创造。主啊，你嘛创造阮的性命，互阮有一口气来学乐主你的性命。主，阮搁较感谢主，你是拯救阮的主，互阮真侪新的人。阮毋若有新的年，主，阮有新的人，阮新的日子，因为主你要甲阮天地，你真做阮的教练，主你嘛要真做阮的计划。主，伫你的手中有拿刀，主，愿讲愿愿意。主，恳求你找肯愿去，找肯愿去，互阮真做祝福，人嘛因为阮来得到祝福。阮感谢你，安尼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。